同行办不到的事情，我们把它办到了，这就是我们就成功了。 已经成功攻下国道休息站和机场经销点卖客家美食，吴玉贵依旧恪遵不进则退的竞争法则。最新的挑战和女婿花大半年研究，要做零报废的水蒸蛋糕。我每一层的温度都要抓到，这样才会漂亮。 从蒸箱内部拉线做温度控管，蛋糕体原料加了特制酵素改变弹性，可以灌入饱满的内馅，却不容易撑裂。吴玉贵要求制作的时间、重量每个环节不能光依赖经验，要完全标准化。你没有标准化，靠我会做死掉，我是这种概念啊。然后所以 SOP 出来，那就我的梦想就要做连锁啊。 能持续做大的市场才有生存空间。原本是塑胶袋工厂老板，现用塑胶的环保政策让他中年被迫转业，用太太擅长的客家美食、苗栗在地的食材做变化，研发80多种商品，成功的再从3个院工厂打入欧美和亚洲市场。按的含啦，含的锅较大边。啊，这样还不够，还要更努力，含欧一个较大边。你做到什么同行做不到的？就是冷冻，然后我们的细密。 水蒸蛋糕可以冰存退冰再吃，就不怕保存期限太短。曾经月销20万片，给了他东山再起机会的客家发糕，就是因为只能保存3天，销量不比从前，刺激着他得不断进步创新。人生就像一个沟沟一样，当你达到那个成功那个第一个沟的顶峰的时候，再掉下来要往上爬是比较最困难的。 既然产品和人生都躲不过起落，吴玉贵放手一搏，拼出差异性和特色，也就拼出一片天。成功的背后是每天比别人多努力一点。吴玉贵始终坚持这样的信念，所以总是能从谷底翻身，开创新局。按的喊妈，喊爱国卡大兵；按的喊妈，喊爱国卡大兵。